来看台北市联合病院仁爱院区的病房助理，早起去台北市政府头前定情，因表示讲病房助理的骹手是严重无够，目前阁欠30个人，因平均一个人就要照顾30个病人，若过劳嘛无法度顾到医疗的品质，所以呼吁卫生局长应该出面来解决问题。 台北市联医仁爱院区的病房助理，在伊早起聚集伫台北市政府大门前，大声喊协讯卫生局长，佮控诉院方一直无解决病房助理人力不足的问题。因为目前病房助理人力欠将近30人，平均一个人都要照顾30床病人，工作过劳，互因身心疲劳。 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帮病人翻身、换尿布、喂食。我们的白班一位助理要照顾15位病人，大小夜班一位助理甚至要照顾30个病人。病房助理表示，因工作内容主要是协助护理师，也有一寡临时交代事项。 院方聘雇病房助理人数，为疫情前120人，即马敢若剩80人，减少将近3成。半年来，敢若少较无3个人。医疗人力不足，也无法度提供病患真好的照护品质。呼吁主管机关都要重视人力无够。病房助理是担任一个协助的角色，那所以是用人床比来做一个总员额的控管，然后会依据各单位的照护的这个业务量来做人力的调整跟调度。台北市联医是讲。 急性病房的病房助理制度，全国是敢若台北市联医才有的，目前嘛无中央颁布的设立标准。病房助理员额、人力计算方式、甲薪水等等，当年拢是由联医依照服务量等因素来调整，会透过多元管道积极招募人力，通减轻家属照顾的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